受到华航机师罢工影响，不少旅客的行程因此被打乱，就连在美国度假的范玮琪一家也因此受牵连。而范玮琪事后在脸书上哀嚎：“求求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只是愚人节玩笑。”遭到支持罢工行动的网友炮轰。事隔一天，今10日，陈建州在 IG 上出面解释。由于范玮琪近日的言论引起争议，陈建州黑人今天在 IG 上替妻子缓颊，写下在过年期间发生这么突然的状况，真的是始料未及，并透露2月14日范将在上海开演唱会，时间紧迫，因此必须想办法一个人先回去准备演唱会，不然真的会有开天窗的危机。滞留美国的这段期间，陈建州似乎因祸得福，让他多了几天能够与孩子相处的时光。他乐观地说，就把这个状况当作跟孩子之间的礼物，每天都帮他们安排体能训练，好好享受一下加州的阳光，同时分享出儿子飞飞翔翔的影片。针对华航机师罢工一事，陈建州则表示，在过年期间发生这样的情况，相信没有一个人乐见，期待有的耐心和同理心，体谅春节期间辛苦工作的每一位同胞，希望事件能圆满落幕，让所有人都能平安到家。最后也不忘帮妻子范的演唱会加油。